I saw the flashes in the dark, colors on the wall, bright against the monochrome, where I felt so small. I drew the curtains up, pulled away the blinds.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咪咪。今天呢，我们要跟我一起去瑞士的策马特。然后呢，现在来到了这个 Terminal Tesch， 就是从 Tesch 这个地方呢坐火车到策马特。刚刚我们从日内瓦的市区开车开三个小时的车，然后到 Tesch 这个地方，然后再从这边坐10分钟的火车，然后到策马特小镇。刚刚呢，从 Tesch 买的火车票呢是16法兰克，然后现在准备要坐火车。哇哦，这里的火车是这种红色的耶，好酷哦！现在呢，我们在火车上了，风景超美的，也会看得到雪山，然后就是旁边的一些可爱的房子。我们现在呢走在策马特小镇，然后这边附近有一些餐厅啊，然后很多就是可以住的地方啊之类的，卖一些纪念品啊等等。Single，아연나이치。Зэрматдявцгаажи хэлээд аваад. Нааш цаашаа яваа жоохон ядарчихлаа. Одоо уулар гарах гад явж байна. Өнөөдөр цаг агаар үнэхээр гоё тий. Сайхан нартай өдөр байна өнөөдөр. We got time on our side. We're in a state of hope. I need you on my fire. 大家，我们现在呢准备要去坐缆车，就是山上的缆车，到山顶的附近。从那边就是可以看到那个马特洪峰，超级期待耶！感觉很漂亮，而且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山上的雪，超美的，超级期待。上去给大家看，马特洪峰在后面，各位，超级漂亮！哇，今天的天气是好到不行嘞！哇，呜呼，耶！大家，我们买票了，买票的话呢是109法兰克，然后现在准备要坐缆车。刚刚下车，然后呢，刚刚坐了一次缆车，然后现在我们高度是海拔1867米，然后呢，这个 station 叫做 Fury Station， 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大自然，超美的，哇哦，超级漂亮。我们现在呢要去坐第二个缆车。I saw the flashes in the dark, colors on the wall, bright against the monochrome, where I felt so small. I drew the curtains up, pulled away the blinds.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海拔2939米的高。这里整个看得到雪山呢，超级美。刚刚呢夏天，然后现在就是到了山上的时候，来到冬天的那种感觉。后面的就是 Matterhorn， 超美的。风好大，可是我觉得其实没那么冷诶，大家。
我里面只穿了一个这种高领的衣服，然后就是外面穿一个外套。其实我觉得没那么冷。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Matterhorn 呢是瑞士这边的，就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的山峰，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的 Matterhorn。然后它的高度呢是4478米。За одоо энэ одоо Монголоор ирж байгаа. За одоо шир Альпийн орооны Швейцарын талын хамгийн өндөр одоо Matterhorn дээр ирсэн байна. Тэгээд Matterhorn-ы өндөр нь болохоор 4478 метр. Сайхан өндөр байна. Өнөөдөр цаг агаар сайхан өндөр байна. The leather made me sweat. Over time I shook it off. Turned to face the breeze. I learned to see it all at once. God in the little things.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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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e. 现在呢，我们坐在第3个缆车，缆车呢转2次，我以为只会转1次，结果是转2次。这个缆车的话就是蛮多的座位，感觉会容纳很多人。Cordial bienvenue à Matterhorn Glacier Paradise. Appréciez votre séjour à la station supérieure la plus élevée d'Europe. A warm welcome to Matterhorn Glacier Paradise. Enjoy your stay at Europe's highest mountain station. 刚刚下缆车，然后现在来到了一个观景台，从这边的风景真的是无敌美，超漂亮的，给大家欣赏一下。哇！然后呢，越上面这个温度变越低，然后越冷的感觉。我们再上去看看。现在走这个楼梯。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地方呢叫做 Matterhorn Glacier Paradise， 海拔3883米，超美的，风景都是雪耶，太酷了吧！现在呢，从观景台出来，然后就是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大家看下面的都是雪，也太酷了吧！我拿一个雪给大家看，这边都可以装那种雪球哎，大家看雪，这边真的是 Winter Wonderland 吧，超美的。We got time on our side. We're in a state of hope. I need you on my fire.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every time you're away, I long for you. 各位，这边就是 Matterhorn， 超美的。现在我们有点赶时间，因为听说这边最晚的那个缆车是3点45分，蛮早的。然后现在快3点半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赶快去搭缆车。这里真的是天堂哎，超级美。然后刚刚这边的工作人员叫我们进去，因为我们以为最后一班缆车是3点几分钟，可是他是说最后一班缆车是4点15分钟。其实我觉得现在没那么冷哎，大家，太阳照进来，然后就是没那么冷。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看后面的这个 Matterhorn 这座山峰，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瑞士的巧克力叫做 Toblerone 嘛，就是那个 Toblerone 上面的那个山的图片，就是后面的这个 Matterhorn 那个位。所以就是有些人来这边玩的时候呢，也会带那个巧克力来，然后就是跟那座山，然后带着那个巧克力拍照这样子。然后呢，有些人就是他们带自己的那个滑雪板，或是从这边租滑雪板，然后在这里也可以滑雪，超酷的。我以前在蒙古也有滑雪过，然后在这边
滑雪，感觉也是蛮好玩的。现在呢，在坐最后一个缆车下去，下山之后呢，直接变成绿地，直接变成夏天了耶。然后呢，那边看得到的很多可爱的小房子，就是 Zermatt 小镇、策马特小镇。那下去的时候速度变比较快耶，所以这个小小的缆车会容纳8个人呢，8个人，然后640公斤，总共厉害的。好，耶，我们下车吧。现在呢，他们的下班的时间，所以就是现在他们把那个缆车好像是就是收到上面去。对对，好，那我们走吧 ，Let's go。今天刷这个刷了5、6次吧，至少6次。好，那我们就继续去观光小镇吧。今天特别好玩。现在呢，已经下来小镇了，然后现在在这边走走。听说这个策马特小镇呢，就是车子没办法进来，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车子停在那边 Terminal Tash， 再从 Tash 坐火车到 Zermatt 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呢从这边的纪念品店买了2个这个冰箱贴，我觉得超可爱的。一个就是有那个 Matterhorn， 然后另外一个写说就是 Zermatt， 这我觉得超可爱的。买这个就是10 franc， 是10法兰克。好，各位，刚刚呢在这边的麦当劳吃那个牛肉双起司汉堡，对，双起司牛肉汉堡的套餐，大家猜多少钱呢？9.2，对，9.2法兰克，然后台币的话就是快300块左右，对。我们现在呢要坐晚上6点55的车到那个 Tash， 然后再从那边开车回去日内瓦。今天玩的特别开心，然后现在坐火车从 Zermatt 到 Tash， 大概10几分钟就可以到，很近。在下车。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策马特的团队，2位是我的亲戚，然后 Ash 还有金龟。好，各位，那我今天的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然后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个策马特的这个瑞士这么漂亮一个经典的影片，然后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拜拜。I saw the flashes in the dark, colors on the wall, bright against the monochrome, where I felt so small. I drew the curtains up, pulled away the blinds, heard a rushing wind through the windows of my mind, and I began to glow with a love divine.